继续带大家关心，日今啊，风台离开咱台湾了，因为看板西南风入海，引起到中南部上大雨，特别是为今仔日拜四起一直到拜六，西南风也是会继续影响到咱。另外，北部、东部是小连续几落天拢会足敖翕热，气象专家嘛提醒讲，下礼拜一礼拜的时间内，拢有一段风台活跳期，休困一段时间了后，新历9月初2到9月21会搁较陡，是第二段风台形成真接的时间。 高温炎热，日头赤炎炎，北部地区实在有够热。不过，伫南部地区，也是爱这个提防西南风地带的这个落大雨。伫咧拜三虽然讲是有一个冷风，不过对拜四开始一直到拜六这3天，西南风会搁再增强。中南部地区都爱预防这个大雨，也是强降雨。明天开始到周六这段时间的话，西南风也会逐渐的增强。 因此，在中南部地区的话，仍然会有一些局部性大雨到豪雨出现的机会。礼拜时西南风才拄走尔，过来恐惊有风台会过来生出来。时间就伫咧拜六到后礼拜，有可能有一个新的风台。不过，嘛估计出讲伊影响台湾的几率无大。气象专家郭成兴推测讲，刷落来才是这2波风台的活跳期。第预报来看，信号转做这落正值的时间，第一波就伫咧8月19开始，一直刷到26；第二波伫咧9月初2开始，一直刷到9月21。整个指标又很明显的突破到6哈，所以预估看起来就是说，在这个8月19号之后，整个西北太平洋区域应该环境还是会非常有利于台风的形成。这2段风台的成长发展期，中人的时间无介长。不过专家嘛讲，虽然讲风台有较济，无一定会来台湾。民众若随时做好风台准备，嘛唔免伤过烦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